罗西亚堪萨加半岛东部外海今日发生规模8.7个大地震，环太平洋国家发布海中警报。泰国中部索潘府炮工厂爆炸，至少9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还有几内人也找无。7月2日大罢免了后，林爷头家召开中商会当主席赖清德向公民团体会失礼，表示8月23罢免会继续徛工兵。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有欣。罗西亚堪萨加半岛东部外海今日发生规模8.7个大地震，造成至少34个人死亡，上百人受伤。也这个是日本3.11地震了后，全球上界海的一摆地震。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呢是唔敢大意，包括讲日本、菲律宾、印尼、夏威夷，拢有发布海中警报。也离地震地点之外，日本预估讲海中会有第2波、第3波来侵袭。也目前日本烟花观测到海中上悬是伫咧岩手县有1.3公尺悬。咱台湾嘛有发布海中警报，是对下晡1点18分开始影响咱台湾。也气象署实际去测量，这回国家台湾沿海的海中上悬是伫咧咱苏有12公分。海中一直冲上花，车甲物件伫海洋内底浮沉沉。远个所在也看到一栋白色建筑，和大海中将弄向另外一栋建筑。罗西亚堪察加半岛30日台湾时间早起7点25左右发生规模8.8强烈地震，互未少民众对厝内底冲到街路上避难。这地震当涌伫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市东南东远的外海119公里左右，深度是19.3公里，属有这浅层的地震。罗西亚紧急事务部赶紧对当地发布海中警报，要求民众赶紧撤离。俄新社报道，沿海城镇贝库里尔斯克观测到5公尺的海中，甲一间鱼仔甲工厂阴掉。Уже сейчас, по моему поручению,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приступили к обследованию всех зданий,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социаль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Есть информация, что в 15-м детском саду罗西亚媒体塔斯社报道，有偏远村庄的民众因为建筑物倒去罹难，也有部分所在发生大规模崩山，造成沿海村庄的对外交通完全断去。灾区降水高度，堪察加半岛州长索洛多夫宣布建立紧急状态。罗西亚总统普廷也召开紧急视讯会议，指挥救灾。这是罗西亚近几年来上界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是日本3.11地震了后全球上强的一摆地震。强烈地震也影响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包含日本、菲律宾、印尼、夏威夷、加拿大、澳洲等所在，拢陆续发布海中警报。夏威夷当局预测，海中悬度上悬可能来到1.8公尺，需叫民众脱离这个沿海也有较低的所在。Right now, the expected time of anything that might happen here in Oahu is going to be somewhere around 7:15. We're expecting it to be at Kauai around 7:10. 离地震地点真近的日本推估，这个海中上悬可能达到3公尺，并且有第2波、第3波的海啸侵袭日本沿海地区。日本即阵观测的烟花上悬的海中，伫岩手县的九族港悬度是1.3公尺，其他所在海中悬度是10公分到80公分不等。这三中县有58岁妇女开车到避难所途中不幸落入去悬崖死亡。原来美国阿拉斯加的国家海中预警中心是对加州、奥勒冈州也有华盛顿州西海岸部分地区发布海中预警。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也对南太平洋的巴布亚纽几内亚也有所罗门群岛甲曼纳多发布海中警告。公视新闻陈思东编译。好，讲到咱气象署发布海中警报，这又是台湾史上第3摆。海中真正危险，只要海中有30公分悬，人都会徛袂在。气象署就讲海中30公分，这个威力会有6成的女性去互呛倒去。若是海中有到1公尺悬，这个致死率是100%。好，准讲海中来，咱收到警报要安怎应对？随去悬的所在，这个悬的所在就是3层楼悬以上，差不多是10公尺以上去悬的所在面。若是无悬的所在，会当走离海岸线愈远愈好。若是海中正经要来啊，无法度去悬的所在，嘛无法度走对来落去，找较勇的建筑物入去面，甲门甲窗仔拢总开开来减少海中对建筑物的这个冲击。也真正真不幸，互海中假期搬落水呢，冷静。掠大型的铺伫水面的物件，想办法爬起哩较悬的固定物，等人来救。时代大包小包排队坐游览车，罗西亚堪察加半岛东部外海爆发规模8.8大地震的影响，气象署发布起加0警报，台南7个区公所专工派游览车去沿海林里来安置居民。
金门成功地区小狗影是直架，达到风速5级，海用1.5公尺悬，起嘉陵伫下晡1点18分开始影响台湾，相关的机关也早在咧准备。及海边活动及近岸作业船只。注意防范。海巡署也伫华美加强部署，可能咧看海泳的民众赶紧离开，也去港美甲渔船宣导去嘉陵的警示。另外，海巡署也请协会通知去嘉陵的状况，请船主爱甲船只保护好势，并且请外海渔船注意防疫。台湾东部几乎都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一个区域，所以它对形成海啸堆高的效果是不太容易的。根据气象署去嘉陵的警报，原地预估包含北部、东北、东部、海角沿海，去嘉陵会比0.3公尺较低。东南西南沿海可能会有0.3到1公尺悬。后续实际观测的结果是台东成功、小琉球、屏东的东港有7公分，红头树是有12公分，也伫下晡5点10分解除去嘉陵的警报。2025年地震破裂的区域呢，它跟1952年破裂的区域其实看起来是相当的，所以它有可能是这个地方大概每10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华裔事件。不过，这届地震规模有到8.8，主要刷震动位置就是伫千岛海沟。过去伫1952年也捌发生过规模9的地震。这届围绕地震专家郭凯文分析讲，围绕达到8,000粒的原子弹，加921的46粒原子弹，属于无共量级，后续更较爱注意地震尾。千岛海沟是一个要防范的重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阿留申海沟，在加拿大温哥华那一带。其实也是要注意的。专家也提醒讲，台湾因为伫菲律宾海板块，相对来讲受到的牵连会较少。不过后续7级以上的地震尾，也可能搁再有其他影响，一定要注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7月2日大罢免无成果，但民进党今日是第一届召开中常会，兼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是向公民团体也佮有支持者会实的，讲8月23第2批罢免投票会继续甲罢免团体加杠顶。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8月23这个罢免当做家己党主席任内最后一战，呼吁全党就要团结。7月2日头一波罢免失败了后，民进党头一届召开中常会，兼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表示，伊承担所有批评，向国民团体甲支持者会实礼，也表态8月23第2波投票会继续甲罢免团体做伙行。民进党会继续与每一位在罢区努力的公民并肩同行。林右昌秘书长日前已经向我请辞，我也接受了他的辞呈。在这个关键时刻，我要请副秘书长何博文确实完成我交付的2项任务。在灾区协助人民复原，在罢区陪伴公民前行。宁愿得罪罢团的好朋友们，也要很清楚的拜托他们，感谢他们，是不是？他们能够去撤回这个案子，我就是带包卫生纸给柯总召，让他自己去擦屁股。你要有自知之明。讲家己是党内乌鸦的王世坚是当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无应该搁继续和社会对立。但是意見無互採用。8月23會有7位國民黨的立委罷免案要投票，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定調為家己黨主席任內最後一戰，發聲全黨團結應用。這是我們21全任期內的最後一個大仗，我們一定要拼到底，一定要全力以赴。對我個人，這也是能夠順利交棒、放心交棒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戰役。除了罷免投票，8月23還有核3延長棒的公投。朱立倫表示，會甲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合作，做伙舉辦宣講，大力支持核3重新棒。當民進黨政府聽不進民意的時候，我們就要用更大的民意，讓賴清德聽清楚，讓辦理核3研議成為民進黨政府的法律上義務。因黃國昌批評講，行政院無針對公投案提出反方意見書。行政院回應講，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甲民眾提出的聽書是無同，依法無需要政府機關的意見書。建議黃國昌參考公投法的條文，避免錯誤的理解造成錯誤的指控。公司新聞採訪報道。也是你感覺有受刑人保外就醫刷頭走，佮性侵2個女性。有立委質疑講，受刑人佇咧外口落說要20天，攏無執行具體，攏無發布通知，批評監獄甲檢方攏無要報警。也法務部長鄭明謙表示講，1禮拜內會完成調查。你保外就醫多久了？我請假到7月3號，有發傳票給我啊。
互警方压制有缘真唱手，犯下强盗等真侪案件，自身着加甲服刑的受刑人刚约贤，进前核准保外就医，不过病情好了后，无按照规定转来加甲，甚至搁犯2件性侵案，对甲方到检察机关，拢互立委这支监督管理有疏失。我们在6月9号就已经通报新竹地检，说有这样的逾期未归的一个受刑人。你什么时候通知警方？什么时候进行拘提跟通缉？这个还没有拘提。其实世间的受刑人捌向检方申请会当较慢1天，但是无核准，方要求伫6月初3转去加甲继续服刑。不过伊唔插通知，伫外口拍走，一拖就是强要20天才互警方抓到。就算矫正署回应，拢按照相关的程序办理。煞互立委批评讲，甲证甲检察机关是消极处理，规个逃亡的期间，停伫团还的阶段，无执行拘提，更加卖讲是发布通缉。这件事情责任追究需要多久？我们希望是在1个礼拜内。1个礼拜之内哦，就责名单，谁要负责？是不是要该移送法办？面对专案，法务部长陈明谦要拼1礼拜内完成相关的调查，理清程序敢有疏失。不过按照即卖的规定，受刑人保外就医，各方的监管方式主要是按照月份查访。真侪立委拢建议讲，会当用科技监控来辅助，不能够对保外就医的受刑人去实施科技设备监控，当时为什么没有提到说应该修改相关的办法？因为医生的嘱咐说他病重了，没有办法在监内执行了，所以说他刑期是暂停。所以说，可是因为这些医疗处置行为，它并不是一直都是在医院里。目前保外就医有505人，其中犯妨害性自主案件有26人。这个标志证案要安怎防止受刑人选去，甚至搁犯案？安怎强化监控的机制，这拢引起检讨改革的讨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嘉义县变大雨，山区水泵山真侪车路是淹水，也嘉义县长洪忠良今日去到山区勘载，就当着路基崩裂、车路闭开的情形。路面出现几啊条的严重破损，嘉义县府官员去山区勘载，拄到惊险的瞬间。路拢无去啊，规拢等你，吓死人！突然一声真大声，大片路基伫目睭前崩起，现场众人安全起见，随即撤离环路乡加1日速线。侧村现在是我们公所这边还没有，因为它就是在里面的话，它2边都可以有交通的进出，不会像列为孤岛这样子。土沙水飘落来，一直向道路冲洗。这款的景象伫阿里山乡的大浜公路常发生，路面也拢是落古梅。道路变作河流，文山乡加149路段，互串流的土沙水看过，受到大雨侵蚀，嘉义县真侪乡镇一流在海，尤其山区道路至少有10外个所在，唔是积淹水，都是土石崩落。嘉义县山区啊，那下的非常多，都在250毫米以上，那所以整个道路里面那被冲刷的非常严重。因为上大雨的关系，阿里山林铁本线31继续停驶，也毋过昭平甲新北支线有计31下到1点起会恢复营运。比起山区大水河承载平地的雨势已经较顿河，也毋过水上乡有居民真无奈，前几日的大雨造成灾害，徛过到打也未清理完。像我睇到雨遮，我就进来，我就赶紧来看啊，对不对？而我这个动作没有做的话，就跑出来了。在地居民无奈，徛过冲击大量的土沙水，控诉主要原因就是附近面体的一个冻土墙，伫去年风台崩起，这摆搁拄着大雨，和第四个地区的住户都受影响。我们这10户的住那么苦，1年了耶，3个台风哎，从上面这样子倒塌以后，土每一次的崩落，我们每一次听。连台积电嘉义厂区4号会也捌传出淹水，为立委调集相关局处会勘，嘉义县府表示会争取经费改善附近排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也高雄屏东山区真侪所在是已经落超过300毫米，高雄茂林24点钟来就落超过660毫米，雨落甲遮尔高，溪水是中悬，土石放落来，造成台20线、台27线甲台29线车路袂通。民生大桥也是已经被暴涨的溪流冲击到桥梁。极大土山的串流溪水已经涨到民生桥的桥身，为着安全设想，公路局30下晡紧急封桥，认为这帮桥是台29线南马社居民出入的主要道路，桥袂当行，部落居民要出入就要斜对另外一头过，因为大雨交通中断的所在，阁唔难安尼。
因为雨水上高，桃园拉夫兰部落到花顶县的道路出现土石流，民众赶紧摕沙地来挡，避免灾情扩大。伫高雄山区雨水一天内拢有超过400毫米，包括第27线的六股段、第20线的桃园段。有的路段是因为溪水涨起来做预防封路，有的是因为土石放落在路面。公路局是派出机具赶紧来抢通。那目前山中持续的一个降雨，路面有一些山边坡的泥流跟坍方的部分甲线公段持续办理的一个清理。另外，屏东来义乡对外主要道路凯南联络道，也有边仔山坪未堪哩大雨插落，雨水甲土石冲落来挡伫咧路面，有的土石甚至阁冲入去边仔的人家厝。短500公尺都有4大崩山，公所早起紧急封路，派怪手先来抢通。下晡4点外已经会当单线通车。早上我们先紧急拉警戒绳封闭道路。那么上午呢，我们乡公所先实施单线抢通，目前单线已经抢通完毕。气象署表示，31南部山区也是同款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随时会上大雨，天气不稳定，民众除了避免前往山区以外，也要随时做好防灾准备。记者柯秉哲、柯家如、柯朝阳、高雄屏东采访报道。泰国中部所判府今日有炮火工厂爆炸，至少9个人死亡，2人重伤，阁有几内人也找无。对画面当中会当看到讲，工厂仓库是放甲密密麻麻。根据泰国媒体报道，警消单位伫咧挖道的时，接到报案，救援人员伫现场找到9具新尸，2个人伤势严重，紧急送病院，阁有几内人也找无，也死伤的人数可能阁会增加。好来讲，美国环保署宣布讲排放温室气体对人无败害，所以要甲车辆、要甲发电厂，也有其他行业所有排放温室气体的限制来取消。也主要是引起环保人士批评，讲川普政府完全否认气候变迁带来的灾害，也这个灾害等咧全世界发生。伫公路上一大片乌烟，顺即个风一直吹向天顶，工厂也一直清乌烟出来。美国环保署离到宣布排放温室气体对人体无任何危害，发电厂的碳排放严是气候变迁的一大凶手。所以讲，川普政府甲环保署已经伫咧规划计划，要取消美国机动车辆、小土炭甲小天然气发电厂所有温室气体限制法规。美国环保署长泽尔丁讲，美国已经用超过1兆美金，大约是代票30条，伫温室气体审查的监管顶面，若是废除这项实施将近20年的限制法规，因为美国每年省540亿美金，大约是代票1.6条。另外，泽尔丁也讲，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上介大的放松管制行动。That we at EPA must choose to both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grow the economy. That it's not a binary choice. And we at the Trump EP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Trump, choose both. 这是美国环保署组长对汽车制造商加这碳排的限制，这是真正危害人类的做法。因为这个监管的做法会让消费者选择变较少，付出的成本更加高。也若这言论也引发环保人士的烦恼。Now, this is especially hard to understand given that China is racing ahead to dominate the world market in the cars of the future. Trump EPA is pushing us back to the cars of the past. That won't do our car industry any good. All it does, as I said, is enrich oil and gas companies at consumers' expense. 根据了解，交通运输业是美国即阵上大排放温室气体来源。环保人士批评泽尔丁否认现实，因为气候变迁的影响正伫美国，要全世界正伫发生。公视新闻深入批编译。加沙地区要紧的人道问题是愈来愈严重。法国总统马克宏就宣布讲，法国9月会伫联合国大会正式成立巴勒斯坦是主权国家。马克宏强调讲，即马对加沙上界要紧的是人道救援，和即马英国嘛要加入。英国首相史凯尼就要求以色列若无赶紧停战，英国就会成立巴勒斯坦国。也以色列这边是无要接受。纳坦雅胡批评讲，只要安尼做是咧支持哈马斯的恐怖主义。I can confirm the UK will recognise the State of Palestine by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 September, unless the Israeli government takes substantive steps to end the appalling situation in Gaza, agree to a ceasefire, and commit to a long-term sustainable peace, reviving the prospect of a two-state solution. And this includes allowing the UN to restart the supply of aid
and making clear that there will be no annexations in the West Bank. 英国首相史凯尼29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了后，做出这项重大宣示。在法国了后，正做第2个会伫9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7大工业国。在全球140外个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当中，英国甲法国的影响力上大。毋但是有核武器的以色列盟邦，也伫联合国安理会有常任理事国席位。法国外交部长已经先欢迎英国加入法国带领的这一波拍拼停止无尽头的暴力宣传。拄结束苏格兰之行的川普表示，伊无讲到这件代志。We never did discuss it, and we have no view on that. We're going to get a lot of money to the area so they get some food. 以色列马上表态拒绝英国举动，总理纳坦雅胡大文批评这是咧奖励哈马斯的恐怖主义。不过，加沙战争罹难的人数达到6万，巴勒斯坦散居落血的囡仔，民众烧纸抢粮食，一个往事的画面一直传出来，令到危机恶化的程度轰动全球。就连川普都无接受以色列好人基恩的讲法，愈来愈多国家认为应该扩大压力来促成停火。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德国一间真出名的动物园，因为讲内底的人禽呢伤过头多，就算甲因制作这效果无好，嘛无法度野放，也是讲送去别间动物园。也为着要减少人禽的数量呢，全枪杀12只健康的人禽，也这是引起动保团体抗议，讲要对动物园提出告诉。抗议民众集合伫动物园入口，其中部分的人想要爬过栏杆入去动物园，结果有7个人互警方当场抓起来。事件起因是纽伦堡动物园管理单位以人禽族群数量超过动物园的容量为理由，枪杀部分的人禽。动物园的园长达格安克指出，动物园内底的人禽生活区都开始设计，敢会使饲25只的人禽，因过人禽的族群是快速成长，就算动物园进行节约，也增加到40只规模。伫无度放生也是移转到其他动物园进行的。管理单位依法用枪杀方式来减少因的数量。Da gab es einige K.O.-Kriterien, zum Beispiel trächtige Weibchen. War klar, dass die nicht entnommen werden. Genauso Tiere, die in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Studie teilnehmen. Die wurden gleich wieder auf die Anlage gelassen. Andere Tiere wurden separiert. 孙上早伫动物园提出这个计划时，动物保护团体就发起抗争，伫说明会才各种场合阻止计划进度。伫阻止无效了后，动物团体决定用法律的方式来控告这个管理单位。Wenn die Tiere zum Abschuss freigegeben werden, die Strafanzeige unsererseits ist schon vorbereitet. Und auch da spricht das Tierschutzgesetz eine klare Sprache. Wer ein Wirbeltier ohne vernünftigen Grund tötet, riskiert eine Strafe von bis zu 3 Jahren oder eine Geldstrafe. 动物园讲，过去开始要采取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人禽数量上侪问题。对2011年以来，已经有16只人禽被送往巴黎甲中国动物园。也毋过，这动物园甲进前把被送往西班牙的另外一间动物园，录音达到家己的接受能力。虽讲几年前开始，伊有无达到有期效果，动物园也放弃这个避孕的方式。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伫香港电影内底，定定用竹啊搭烟架，也演员呢，就伫咧顶悬烧料，就伫咧顶悬烧拍。也即种竹啊烟架会当讲是香港真有代表性的建筑技术。毋过，即卖是愈来愈少啊，都是为着安全。香港政府讲未来会用较勇的铁啊来代替竹啊。伫香港电影内底，常常看到伫竹啊烟架那种挥动的场面，或者是落落去吊挂的五人情节。大并且成龙有名电影的计划接获是求治。甚至劉德華嘅交善路啲嘅演技定變。我覺得搭棚咧由一條竹啦，可以搭到萬丈高樓從地起嗰種感覺，成座嘢大包圍，或者可能凌空搭個棚俾人咧，我覺得係藝術，同時亦都係覺得好正啊！成件事真係好有香港嗰種縮影啊！竹啊演技甲傳統技嘅同款世代傳承，自古以來喺中國甲亞洲其他地區被廣泛使用。竹啊因為較顯卡，為中國單邊運輸較方便，喺香港這樣嘅都市環境內底，較簡單來搬甲時間。即嘛，這個有代表性嘅香港建築技術可能豆豆消失。香港政府今年3月因為安全考慮，宣布會豆豆擴大金屬演技使用。如果用鐵通嘅話咧，因為佢出邊市面上啦，以我所知啦，佢買到嘅材料咧，通常都係啲 size 比較長嘅，你翻到嚟要自己 cut。但係如果竹嘅話咧，我哋出邊咧，我哋其實已經係分好晒幾個尺寸嘅竹俾我哋揀嘅已經。同埋竹你相對起，即係你如果你要裁起上嚟咧，即係你要界嘅時候咧，係方便好多嘅係。
同埋你話安全性嘅話，其實竹咧雖然係即係可能個壽命係比鐵通係比較更加短啦。香港法庭局表示，建築工程內底用金屬硬件已經真早是出事。香港政府無期全面禁止，會繼續甲業界頂討論，除了應機頂懸施作安全性。公視新聞黃文玲報道。感謝觀眾朋友收看今日新聞世界通，我是曹欣，明天再講這時間再會。